种事情你怎么能说出来呀？会被人觉得轻浮的。绿茵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今天早上对我羞羞答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娘娘，男女之事放到台面上说，总归是难为情的嘛。你呀绿茵，你这是要把我掰弯了你！娘娘，您这都已经吐了2天了，咱们还是叫太医来看看吧。不用看了，那一夜，齐生已经给我幼小的心、肝、脾、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，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，就是剧毒。娘娘，太子殿下只不过是把您赶下了马车，怎么就成了剧毒了呢？我现在只要一想到那晚的事，我就忍不住想吐。你说，这不是剧毒，这是什么？啊！我现在是一条小命和人身自由，全部捏在齐生手里，时不时的还要被他拿去威胁几次，隔三差五的还要陪个睡。你说，这算不算是对我深深的侮辱，无情的践踏？